是在地新闻，来看南投草屯的北投社区找找文化源头的活动，今年进入到第3年了。当然，就庄仔头的乡亲、甲学校的老师、甲同学共同来参加，希望这个时事主题更加了解到北投发展的过程，重视地方的文化甲产业。用早期农村社会布景，动员庄仔来乡亲甲国小师生做伙参加，秘书是一个大家庭，重新回到较早北投闹热的时阵。蛮有趣，让小朋友体会一下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认识一下北投社区，然后也是蛮好玩的。几年前，经过草屯镇公所协助，北投社区用各种活动，和更较侪在地人关心本身生活的所在，结合多元的美食甲画地图，进行一系列的活动，有传承的意义。完成代代相传的任务后，大家出学去体验担物件到玻璃情形。老一辈讲，这个过程嘛无安全。有当时啊，就拄着土匪；有当时啊，拄着原住民来抢劫。北投社区希望讲，互更较侪少年人了解并且重视本身的文化，同时展现多元的美食，帮助提高农产的价值，更加照顾农友。